喂，下休期已經結束，又可以追 F1 比賽啦！大家平時係咪用電腦版嘅 Apple TV 睇生肉版嘅 F1 直播呢？雖然享受高碼率嘅 4K 高清畫質，但係有兩個痛點咧，大家覺得好閉翳嘅。第一咧就係講解員嗰種激情澎湃，但係好似講緊急口令咁嘅純英文啊。Both the Mercedes crawled off the line. Lando Norris to third. Game on in Japan. 第二咧就係各車隊好似含住嚿沙嗰種 team radio。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p in turn 1. 特別係聽到法拉利嗰句靈魂暴擊。One lap means only the out lap. We are checking that. 聽到之後咧，真係個心都離一離啊！因為咧就要教大家一個咩單機睇 F1 無壓力嘅終極玩法啦。當你生肉即刻煮到熟啊，其實好簡單嘅，只要你部機裝咗豆包，咁開個直播之後咧，開啟實時語音翻譯，佢係直接捉取 Mac 內部音頻嘅，真係妥妥嘅純天然無雜音啊！上面咧係 Apple TV 播住嘅直播，下面咧播住豆包嘅字幕源流窗 ，4K 高清嘅 F1 直播。加上實時翻譯嘅字幕，咁仲唔掂個碌蔗？你睇你個系統級嘅觸音咧，反應快到好似同聲傳譯咁啊！你以為佢淨係識翻譯 box 啊？連啲 F1 嘅硬核名詞啊，佢都可以好極速咁樣幫你準確翻譯出嚟。大家最期待嗰啲車手爆粗啊，佢都可以好優雅咁 show 晒出嚟，除非咧俾官方嘟咗咯。嗱，有咗一個睇 F1 生肉直播嘅神仙組合咧，你又再都唔使因為想聽中文解說而默默忍受國內直播平台嗰啲渣渣畫質啦。嗱，動得都動，你仲唔快啲裝翻個豆包試一下？